文武华丽柱啊，武的华丽柱有关圣帝君岳飞、叶元帅、张飞、还侯大帝，还有一个东岳大帝黄飞虎将军，黄飞虎元帅，东岳大帝。你看，关公、岳飞、张飞，哦，这个黄飞虎元帅，哦，你看。武的华丽柱，武将，弥勒祖师啊，济公活佛也会菩萨，白羊三圣啊。你看这个法会图啊，一贯道道场的法会图，这还是基督徒看到画出来的。